Honor 首款闊比例摺機曝光，全配備 S8E Gen 6晶片。近日有消息指出，Honor 正式測試旗下嘅首款闊比例摺機。呢一款新產品預計將會配備頂級嘅硬件規格，暫定喺明年上半年登場。頂級晶片同全新嘅熒幕組合。根據數碼博主數碼閒聊站透露，Honor 喺度測試緊嘅新機將會搭載採用2納米製程嘅高通 S8E Gen 6旗艦級處理器。熒幕尺寸方面，內置主熒幕預計大約係7.6寸，而機面副屏幕就大約係5.5寸。目前多間內地手機廠商亦正喺度評估當中。下半年摺機市場百花齊放，早喺上年11月已經有傳指 Honor 開始研發闊比例嘅摺機產品，將視為大尺寸摺疊手機嘅新發展方向。今年市場上除咗華為嘅 Pura X Max 之外，預計至少仲有蘋果同埋三星都會推出闊版摺機，傳聞分別命名為 iPhone Ultra 同 Galaxy Z Fold 8 White。其中華為 Pura X Max 目前售價係10,999人民幣。